嗱，其實一開始我對今屆世界盃嘅期待咧就唔係咁高嘅，尤其是咧好多名都未聽過球隊之間嘅比賽咧，好似水兵對水手咁，完全咧冇睇落去嘅慾望。但係分組賽咧打完第一 round 之後咧，我有少少嘅改觀。嗱，呢屆有好多傳統強隊之間比賽咧，反而咧睇到人瞌眼瞓。嗱，好似土耳其咁，成場波咧慢吞吞；葡萄牙又完全咧冇章法可言，愧對咧成隊波咁高嘅身價。嗱，比賽嘅觀感相當失望。嗱，相反一啲原先冇被睇好、名氣唔係咁大嘅球隊咧，反而咧踢出咗一啲高質素嘅比賽。嗱，其中咧有一場咧比較驚喜嘅啫，就係紐西蘭咧對伊朗。嗱，原本咧以為伊朗會高一班㗎，嗱點知咧打起先發覺咧兩隊咧實力都好接近，啲戰術套路有板有眼，單論觀賞性咧遠超啦好多強隊嘅悶波。嗱，亦都係因為呢一場高質素嘅對決咧，令到我咧注意到一位紐西蘭嘅球員伊利亞祖斯。嗱，今屆咧紐西蘭歷史上咧第3次出戰世界盃，咁距離球隊上一次征戰世界盃咧已經相隔咗長達16年㗎啦。嗱，雖然久別頂級大賽，但係咧重返世界盃舞台嘅紐西蘭咧完全冇怯場嘅跡象。嗱，佢哋喺第一場嘅分組賽開波嘅第6分鐘咧，前場3個人咧就打出咗流暢又精彩嘅團隊配合，最後咧由伊利亞祖斯用一腳勁射破網，嗱幫助全白軍團早早咧取得咗領先，亦憑藉住呢個入波。伊利亞祖斯咧，亦成為咗紐西蘭咧隊史裏邊咧第5位咧能夠喺世界盃咧收穫入球嘅球員。嗱，要講伊利亞祖斯喺紐西蘭國家隊嘅經歷咧，其實可以追溯翻更加久遠嘅時候。嗱，佢曾經咧代表紐西蘭國家隊咧參加過 U17 同埋 U20 級別嘅比賽。咁去到2019年19歲伊利亞祖斯咧就第一次咧代表成年國家隊上陣。咁之後咧好快咧佢就累積咗45場嘅國際賽嘅出場紀錄。嗱，到今日為止佢已經打入咗咧11個國際賽入球。咁喺現役嘅球員當中咧，入球數咧僅次於效力諾定咸森林嘅前鋒基斯活特。嗱，其實喺2026年世界盃外圍賽期間伊利亞祖斯咧就已經為國家隊咧立下咗汗馬嘅功勞。嗱，成個外圍賽咧佢一共打入咗4球。嗱，多次咧喺關鍵嘅時刻咧挺身而出。其中咧最經典一球咧就係大洋洲區咧資格賽嘅最後一場比賽，佢打入咗埋齋入波，幫助咧球隊咧以3-0咧大勝新克里多尼亞。嗱，可以話今屆咧紐西蘭能夠成功咧殺入世界盃決賽周咧，伊利亞祖斯咧絕對係功不可沒。嗱，如果唔係佢喺世界盃第一場比賽嘅神奇表現相信好多人都唔會留意到佢，更加冇可能知道咧伊利亞祖斯特別嘅背景。嗱，佢出生喺紐西蘭北島嘅北帕密斯頓。嗱，爸爸咧係德國人，媽媽咧就係中國人，所以咧佢身上擁有華人嘅血統。嗱，細嗰陣時已經展露出咧超強嘅足球天賦。咁為咗成全個仔嘅足球夢咧，父母咧每個禮拜咧會嘥3個鐘嘅車程咧來回接送佢咧去惠靈頓訓練。咁去到14歲伊利亞祖斯咧就索性咧搬到去首都生活，專心咧發展職業足球事業。嗱，可能有人會問點解咁推介紐西蘭對伊朗呢場波咧？原因咧好簡單，嗱，兩隊咧全程對攻，埋身肉搏啦，打到啪啪聲。戰術方面都係有板有眼，絕對咧冇悶場噶。咁嗰場比賽身為亞洲頂級勁旅嘅伊朗咧，喺適應咗比賽節奏之後咧，迅速作出反撲。咁喺比賽第31分鐘咧，就成功咧追和咗比分。咁臨近半場完場前兩隊咧仲係鬥得難分難解，各自咧創造出多次唔錯嘅埋門機會。只係可惜咧，一係咧就被門將及時化解，一係咧就越位食炸糊。上半場咧就和氣收場。嗱，咁換邊之後咧，呢一種緊湊嘅比賽節奏繼續升溫嘅，因為雙方都好想打入領先一波，用嚟提振士氣。咁呢個時候咧，伊利亞祖斯就企咗出嚟。第53分鐘紐西蘭球員喺中場連續打出咗一連串利落嘅撞牆配合，咁幾腳嘅傳接之後咧，就殺到伊朗嘅禁區，由基斯活特set 咗個靚波俾伊利亞祖斯，完成致命一擊。咁憑藉呢一場比賽梅開二度嘅亮眼表現伊利亞祖斯一舉刷新咗隊史嘅紀錄，成為紐西蘭世界盃歷史上最佳射手，同埋隊史唯一一位喺世界盃打入多球嘅球員，成功喺國際頂級舞台之上打響咗名堂。
嗱，伊利亞祖斯嘅足球生涯咧始於維廉頓嘅奧萊學院，咁之後咧佢開始咧為中央聯賽嘅威斯頓沙伯效力，仲喺2017年咧第一次咧嘗試咧捧起冠軍獎盃嘅滋味，奪得咗咧中央聯賽嘅錦標。2018年啊，佢轉會到咧伊斯頓沙伯，咁喺度咧就留咗一個球季，踢咗20場比賽，打入咗7球，贏得咗咧紐西蘭咧足球錦標賽嘅冠軍。嗱，大家都知道啦，紐西蘭足球錦標賽咧雖然係一個全國性嘅足球聯賽啊，但其實咧亦都只係屬於半職業嘅性質，所以啊，對於有心想進步，仲想更上一層樓嘅本土球員嚟講咧，外流咧係唯一嘅選擇。嗱，近嘅話咧可以去旁邊咧澳洲嘅 A 聯賽，嗱，遠嘅話咧就要離開大洋洲。2019年啊，年僅19歲伊利亞祖斯咧就告別熟悉嘅家鄉賽場，加盟咗丹麥嘅球會赫爾辛格，正式咧展開咗歐洲足球生涯。嗱，從2019年到2022年咧，伊利亞祖斯效力赫爾辛格期間咧，一共咧上陣咗73場，打入咗14入球。嗱，出道嘅第一個球季啊，佢就幫助球會咧升班到丹麥嘅甲級聯賽。咁之後一個球季啊，仲帶隊咧殺到聯賽嘅第4名。咁憑藉住亮眼嘅發揮咧，佢喺2022年咧成功咧轉戰丹麥頂級聯賽，加盟咧荷森斯。可惜啊，去到荷森斯之後咧，佢嘅表現咧就麻麻地。62次出場啊，淨係打入咗4球。嗱，於是喺2024年嘅夏天咧，以租借嘅身份咧轉投奧地利嘅球會咧聖普頓。咁嚟到新嘅環境之後咧，佢咧逐步重拾狀態同埋自信。19場比賽咧打入咗6球，仲有2次助攻。除咗帶領球會咧位列聯賽第4，亦憑借咧穩定嘅表現咧，幫自己打開咗轉戰更加高級別聯賽嘅大門。嗱，除咗談論嘅外貌之外啦，外界一講起伊利亞祖斯咧，另一個經常討論嘅話題咧就係佢嘅體格。伊利亞祖斯啊，得個1.74米，長期以嚟咧被外界咧批評為咧身形單薄，太過瘦削。所以啊，當佢由奧地利咧轉投去蘇超球會咧馬瑟威爾嗰陣時啊，新球會嘅隊長麥堅咧第一眼見到佢嗰陣時啊，都唔係咁睇好，擔心咧佢咁細粒嘅身板咧，好難以咧去適應蘇超硬朗嘅對抗，隨時咧都可能會搞出人命。嗱，不過伊利亞祖斯咧好快就用表現咧駁翻外界質疑。2025-26球季啊，蘇格蘭頂級足球聯賽第一 round， 馬瑟威爾咧主場迎戰咧傳統勁旅格拉斯嘅流浪。咁開賽冇耐啊，流浪咧就已經搶得咗主動，不斷咧圍攻馬瑟威爾大門，仲喺14分鐘啦就先開紀錄。個落後之後，主隊啦隨即咧加強攻勢，可惜咧多次嘅攻門咧都過唔到流浪門將嘅十指關。嗱，直到比賽第88分鐘，馬瑟威爾球員咧喺禁區外邊咧起腳遠射，個波咧幾經折射咧去到伊利亞祖斯嘅身邊。嗱，當時咧佢背向龍門啊，冇辦法咧即時起腳射門。嗱，最終咧唔知係控波失誤啊，定係抑或咧有心去鋪排啦嚇，佢用個心口咧射波傳咗俾身邊嘅隊友，由隊友咧扳平比分。嗱，最終效力馬瑟威爾嘅第一個球季咧，伊利亞祖斯喺蘇超咧一共上陣咗30場，交出咗7入球同埋8個助攻。嗱，憑住突出嘅發揮啦，順利咧入選咗蘇超咧年度最佳陣容。嗱，再加上啊，佢喺世界盃上邊嘅表現咧，令佢咧喺今個夏天咧有機會咧再次轉會，而有意收購佢咧潛在嘅下家，極有可能係咧蘇超嘅2大豪門格拉斯哥流浪啦，同埋些路迪。嗱，話時話呢排咧內地嘅足壇咧好熱鬧，但係咧同世界盃咧冇關，而係咧圍繞國內嘅青訓路線嘅爭議。嗱，有人咧就撐孫繼海嗰種咧傳統嘅青訓模式，要打好咧技術基礎。嗱，亦都有人咧認同董路嗰種模式，要主打精英咧實戰。嗱，好多人咧提議咧兩隊咧應該打場比賽，用成績咧嚟分個高下。嗱，不過我就覺得咧，大家咧都唔使咁爭嘅，大家咧各有各個培訓風格，各行各路就得啦。嗱，呢個時候咧最緊要嘅係咧，中國足協咧要扮演好一中立嘅角色，嗱，唔好偏幫任何一方，平均咧咁分配資源咧俾各種咧青訓嘅機構，咁樣國內嘅球壇啦先可以做到咧百花齊放。嗱，伊利亞祖斯嘅成功嘅經歷咧，其實咧講明咗一件事：一個球員咧踢唔踢得好波啦嚇，體格、出身、血統，從來咧都唔係關鍵。嗱，重點係乜嘢咧？相信咧各位心中咧自有答案。我係電視君，我哋下集見。